真不容易啊！时隔多年，咱们畅音阁终于又报名成功了，而且啊，这次还是在咱们这儿举办的。畅音阁啊，一定会声名远扬。小心眼睛。那这本时针记现在归你了，你一定要留着好好用啊！到果子大赛的时候大放异彩。怎么都舍得给我看啊？咱俩两情相悦，你便是我内人，我的自然也就是你的，这区区500两算什么呀？而且你还是我最珍视的宝贝，我千金都不换。哼。不明。啊？其实我一直有件事想跟你说。我是黄。所以，你也离家出走了？对啊，母后。母亲大人停了我的俸禄，我心一横，就想着来投靠你了。毕竟我可是因为你才被母亲罚在家中闭门思过的。那你也不能不打招呼就来了呀。说的好像你是打了招呼才来到畅音阁。行吧，那你就留在畅音阁吧。不过这比不上你的府邸，低调点，别那么讲究。嗯。这畅音阁可不养闲人，把柴劈了。是。哎。花姐，干嘛？你连擦桌子这么简单的活都不会，你能干什么？嗨，不是，我说你他能干什么呀？他顾家就会打人。嘿，你还别说，真让你说对了。哎，要不这么着吧，如新，你有什么仇人没有？你告诉我，我立刻就给你搞定，怎么样？打打杀杀，粗鲁。粗鲁？我哪儿粗鲁了？我这样像粗鲁的人吗？这个场景怎么似曾相识？该不会是时光倒流了吧？今天的虾特别新鲜，你试试看。哎，那个是唐云包的虾，吃这个是我包的。我自己有手，自己会包，你们自己管自己就行了。唐云，
公明的虾我来包，你就包自己的好了。别不高兴了，这样，咱们3个比赛，看谁包虾包得快，谁输了罚给对方洗3天衣服。好啊，看谁包得快。去，幼稚。哦。公子啊，娘娘给你这任务，我怕是完不成了呀。我也觉得，而且我怎么那么想哭？我怎么觉得自己好孤独？哎，没事，那别看了，这民间确实要热闹不少，有好多新鲜玩意儿。哎，主子你瞧，那个摊位上的钗子好别致啊，真好看，咱们去看看。哎呀，仔细着点儿你。扶他起来。抱歉，我眼睛不好，撞到贵人了。给。好，都拿好啊。谢谢。好，走吧。是。哎，眼睛不好，手倒是灵巧，把荷包给我交出来。我的荷包。去畅音阁等我。你给我站住！畅音阁？难道就是他？还好，东西还在。夫人，您这荷包里就只有一张纸啊！这是我那叛逆的儿子，在离家出走之前，特地给我求的平安符，对我来说格外的珍贵。真没想到，夫人您竟然有一个这么不孝的儿子，所以我特别要感谢你。夫人，我公明虽然爱财，但是取之有道，这钱我不能收。行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勉强你了。实不相瞒，我是特地寻找我那不孝的儿子的，不知道你这边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推荐我一下，或者畅音阁能否打尖？既然我和夫人如此投缘，那我便收拾一间厢房给您。行，那就叨扰你了，请。什么？还要住下？李满，你告诉公明，就说这几日我跟唐云闭关研究果子。是。你确定这样能行？母后千金之躯，他肯定住不惯，说不定不到明日，他就回宫。1比0，服了，1-2万，输了。又输了，来呀，贴纸。来，继续。不想玩了，都是我输的。20，是我。哎呀，20，给你。真香，那你块小的吧。来，哎，怎么样？好吃不？真好吃。走，
带你去下一个。下次再来啊！素琴，你看看公明给我画的这个远山黛好不好看？他说现在流行这个。夫人，我们在这儿住了几天了，连大公子的影子都没见到，躲着我罢了。那您打算怎么办啊？毕竟我们不能在外耽搁太久。我得想想别的办法。我最近啊，做了好多好吃的。一会儿啊，我们再去街上采购一些原料。公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找你半天了。我发现这几天跟你相处，我必须得给你找个好夫婿啊！我托人把京城中。行吧，那先看看吧。让他们一个一个都进来吧。这个，你看，跟画像上也太不一样了吧？下一个，这个还不错，挺圆润的，还有些福气呢。下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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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奇怪，这些人怎么长得跟画像上都不一样？这位公子，你有什么要求？我要求不高，只有一条：婚后不能抛头露面做生意。出门右拐有狐，慢走不送。吵架可能会扇你耳光，哎，但这不算什么，顶多也就是吵吵闹闹而已。还想打耳光，想欺负女人，给我赶出去！王夫人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他以为他是谁呀？还不走？去！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算了算了，这相亲啊，也不靠谱。要不这样，我认你啊。
他们说你受伤了，我都担心死你了，你还骗人家。那罚我背你一会儿，你说的啊？1、2、3，走你！有人来了！唐大厨，看起来你的脚已经好了。王夫人，一直没来得及跟你介绍，这是我们家大厨唐风。公明，既然你已经有了心上人，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王夫人对我的心意，公明感激不尽。之所以没有介绍给你，是因为她之前一直在忙。唐大厨啊，真是一表人才，你俩真是天生一对。王夫人过誉了。既然唐大厨的脚已经好了，公明啊，你也就可以放心了。明天日子不错，我们就可以成为一家人。民女参见皇后。你还愿意做我的义女吗？民女不敢高攀，做您的义女。我虽然不知道以前的唐风是什么样子，但是唐风在畅音阁生活很快乐，他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皇后，他以前快乐吗？这不是快不快乐的事，他是太子，他就有太子的责任。他需要扛起整个国家。你善良聪慧，但身份有异。风儿身上担的是千万黎民百姓，你执意和他在一起，反而是毁了他。
动情它也是一种罪，会铸成大错。帝王之家是没有资格动情的。皇后娘娘，公民恳求您原谅唐风，留到果子大赛结束。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但求1年生计福，与君美食复甘眠。比赛结束之后，我就会让他离开。如果他不走，我会逼他走。好，本宫没有看错你，你确实深明大义，只恨造化弄人。公明，你恨我吗？你答应母后，等果子大赛之后，让我回去。是，你早晚都要回去的。我只希望你完成你的约定，帮我拿下天下第一品。那我们拿到天下第一品，我们可以找一个别的地方开店，让他们找不到。你是太子，你应该承担起你应有的责任，你必须回宫。那你会跟我回宫吗？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唐风，如果我跟你回去，你愿意只做我的一心人吗？
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，为什么味道还是不对？究竟是哪一步出了问题？食谱上说，这果子回味略咸，尝之辗转反侧。可是，目前好像少了些什么。究竟是什么呢？时间不早了，你快回去歇息吧。我们就把一件事忘记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你替我挡各位娘子的酒。你在密室里陪我喊话。唐风，你这个大骗子，你骗我！松鹤楼前，你在我耳边告诉我答案。你亲手为我熬粥。你出去打零工，帮我买了个金算盘。你逼我当花魁。你从疾驰的马车边护下我。你在睡梦中呢喃，不希望我离开。你用鸽子逗我开心，帮我度过危局。你我竹林嬉戏。你挺身护我，不惧生死。漫漫雨夜，深情相拥，彼此相爱。10年的梦古城知否？爱已刻在归路尽头。离离斜阳草木如
久，谁还贪恋长久温柔？似曾相识，身影尽收，红颜如水，吊灯左右。白驹过隙之后，夕阳西下，夕阳西下。一炷香时间到。这是双飞翼，这居然和10年前一模一样啊！不会弄错吧？不，更胜一筹。唐风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帮我拿到天下第1品。曲终人将散，实力。什么个对象？你要有闲心啊，给你自个儿找个对象不好吗？我觉得呀，唐公子一定会回来的。你过得怎么样？睡得好吗？吃得好吗？废话，他在宫里过得能不好吗？不过，我现在也很好，畅音阁的生意越来越好了。得亏你得到天下第1品，我再也没有开过博雅集了。你呀，现在是我们畅音阁最后一任花魁。等你什么时候登基了，我要告诉别人你在我们这儿啊当过花魁。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相信？早知道当初就给你画幅画了，不然现在说出去也没人信啊。冬明，不准你把我当花魁的事情说出去啊！看蝴蝶闻着花香碧成霜，看星星似雨落盘无声回响，相思成时光，情深至苍茫，有幸这人间能和你遇上。似飞蛾红烈扑火荡气回肠，要全心投入书写绝美篇章，像短暂
生不相忘。我只要此刻你在我身旁，我奢求